大家好，我哋係 iHome Design Limited， 嚟自香港，專注於為你打造健康、舒適嘅家居生活環境。多年嚟，我哋致力於為客戶設計既美觀又健康嘅生活環境，讓每一個空間都充滿生機與活力。在現代生活中，健康已成為我們最關注的話題之一。為了幫助你同你嘅家人擁有更健康嘅生活方式，我哋特別推出咗生活健康優質嘅富興水機。呢一款水機不僅能夠提供純淨嘅飲用水，還能夠釋放富氫離子，幫助中和體內嘅自由基，增強免疫力，促進新陳代謝，讓你從內到外煥發健康光彩。我哋嘅設計團隊將根據你嘅需要喜好，量身定製你最適合嘅家居設計方案，無論是否客廳、臥室定係廚房，我哋都會精心規劃每一個細節，確保你嘅家居環境既美觀又實用。同時，我哋仲會為你設計適合健康生活配套嘅產品，讓你嘅家不僅是一個舒適嘅居住空間，更是一個健康嘅港灣。選擇 iHome Design 就係選擇咗一種健康時尚嘅生活方式。我哋相信一個健康嘅生活環境能夠帶給你和你嘅家人更多嘅幸福與快樂。讓我哋一起從家開始，邁向更健康、更美好嘅未來。如果你對我哋嘅設計同埋服務感興趣嘅，歡迎隨時聯繫我哋啊！我哋將竭誠為你提供最專業嘅諮詢同埋建議嘅，期待與你攜手，共同打造一個健康美麗嘅家居環境。